梅窩喋喋不休，為發展抗命。其實喺梅窩呢一度咧，我哋做咗短短4個月嘅蝴蝶普查咧，就已經揾到超過100種嘅蝴蝶，個蝴蝶生態咧算係好豐富嘅。香港總共有超過260種蝴蝶，梅窩只係普查嘅9個地方之中嘅其中一個，但已經揾到好多罕見嘅品種啦。仲有呢隻蝴蝶嘅成蟲，今年4月先首次喺香港發現。點解梅窩會咁喋喋不休？關唔關呢度做蝴蝶生事呢？其實呢度係個谷地，有好多荒廢嘅農田、濕地等等，生態環境豐富。呢度嘅花田有好多蝴蝶幼蟲中意食嘅開花植物啊！呢啲咧白色嘅花咧，原來佢哋係野生嘅薑花嚟嘅，同我哋食用嘅薑咧有少少唔同，咁但係係親戚啦。咁佢咧係譬如係素雅灰蝶啦，或者係薑龍蝶啦、幼蟲啦嘅食料植物嚟嘅。好似我哋啱啱咧都喺呢一啲薑花田嗰度咧揾到就係話薑龍蝶同埋素雅灰蝶嘅成蟲。蝴蝶大個咗就會吸花蜜，同埋唔會再做催花殺手，會傳播花粉，幫番花開枝散葉噶啦。但可惜，政府9月頒布嘅梅窩邊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大約會有12公頃嘅地會被劃為鄉村式發展地帶，意味住人工建築可能越嚟越多啊！咁我哋認為咧，即使南大嶼要發展咧，都一定要以保育做前提。譬如好似一啲生態旅遊景點，好似銀礦洞咁啦。如果我哋要將佢發展做旅遊景點嘅話，呢啲嘅配套設施會唔會咧引嚟更加多嘅人流同埋發展機遇呢？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去規劃。呢啲發展唔只會破壞大自然，甚至有可能會威脅蝴蝶生態㗎。Matthew 就希望大家為下一代着想，應該要諗下發展幾多先夠啊！